家好啊，歡迎收睇我嘅頻道啊。咁今日咧，我哋嚟玩呢個自由駕駛啊。嗰個係幾多時程都得。位置正確，停車位置正確。唔敢太快。而家差唔多，不過啲聲好尖。咳嗽或打乞嗤時，請用紙巾掩住口鼻，注意衛生，防止細菌散播。咳嗽或者打噴嚏時，請用衛生紙掩蓋口鼻，注意衛生，防止細菌散播。Please 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a tissue if you need to cough or sneeze. Please be aware of hygiene. 請不要靠近木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 點解一個快速嘅各位觀眾？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可以喺任何車站落車，揾職員幫手。如果您感到不適，可以在任何車站下車，請職員協助。If you feel unwell, exit at any station and ask for help from staff. 下一站油塘，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下一站油塘，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Next station, Yau Tong.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各位觀眾，你哋有冇覺得呢？今次咧，我哋真係要控制佢啊！如果唔有停過嘅，有更加神奇。The train to Won Ton.
passengers exit first. 各位觀眾，我同你哋講一樣嘢就係咧，今晚搭2P 翻嚟嗰陣，翻屋企嗰陣咧，哇不得了啦！有個車手，可惜嗰陣時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如果唔係，你就可以體驗到啲車手一般嘅感覺。個司機揸得好快啊！哇，真係不得了喎！今日去到嗰個司機啊，嗰2P 嗰個司機咧，去到上城，佢諗住停車，但係冇人，即刻飛站喎！佢遠處見到冇人，即刻加速啊！不得了啊！個司機開得好快，跟住轉彎嗰陣又開得好快。同埋各位觀眾，我今日終於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原來2P 有2個天水圍站，你哋就覺得可能有啲奇怪，2P 點會有2個天水圍站啊？就係呢一點先係啊！天盛喺港鐵巴士天盛用嗰個站就係276P 嘅下一站藍田，係276P 嘅天水圍站。跟住總站又係天水圍站嘅2P 總站，所以就會有2個站唔係天水圍站。我覺得而家先發現嘅，呢個我要減到去50以下。聲唔滿意。停我啱啱喎。請緊握扶手，前進。小聰明。請小心月台空隙。請小心月台的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 我
握扶手，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請緊握扶手。應該會痛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哇！連架車都小心埋喎，卡北啊！冇辦法啦，各位觀眾。咁如果想睇其他影片嘅話，咁就一訂閱、分享或者點讚、收藏嘅話，你哋就可以睇到嗰個頻道其他影片或者可以再翻睇呢段影片噶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咁記得訂閱啦，拜拜。